啊，弄我迄500个元，其实那种500个元，应该要讲戏嘅故事係點解過少嘅時間，这个非当是500元。非當時，因為嗰時拿到錢聽就會罰貼。哦，嘿啊，誒，呢500個元係捱家婆本捱嘅，嗯，因為捱要開始從客家歌，所有嘅演員都係因為捱家婆。哦，有影嘅人捱轉去新聞，因為家婆係新聞面，捱轉去新聞嘅時間，捱家婆是啲個看電視嘅時，其實講講。很像唐山歌哦，我講你睇下出啲嘅糖咧啊，嗰陣時陣差唔多小學4年生5年生左右。啊，我家婆講唔係，係我上愛衝，唔過我老咧，聲音冇咁好咧，冇種頭擺嘅時嘹亮啊，做啲聲歌當好。我講，既然你下面做得衝啊，冇講乜嘅人都做得還係做唔得，其實講唔係。樓咧冇上嚟，你講還好吧，哪有這麼嚴重？其實講冇錯冇愛談好冇，一開始了兩句話，我是講好啊，佢唔係難咯。我媽媽啲碰順叫我捏嚟把冷汗，因為你講他真有冇衝啊？我唔會，完全唔會。我記得要三個兩項事情，唔過見用嘅衝，我嘅印象點會都就係佢係有戲冇嚟到大。我對三個嗰陣時嘅印象就安尼聽，其實講好。假使你去衝個比賽，三個比賽，你第一名就給你500個元，還是講好。那時候就覺得很有魅力。後來我是開始真正先去親先生去學衝三個。親先生，真嘅。安英子，你都愛比賽，比到幾個500個元。哦，啊，你現在親先生弄第二現在？因為嗰陣時有青島嘅三個名師，佢哋都有開嗰種歌唱班。我記得我媽媽推薦我去青島嘅先生，一直都我讀到我嘅 TVB 三個先生，反永遠用高中。哦，我永遠都記得幾擺嘅畫面，因為高中嗰陣時啲新福都好有開班，係。但是去嗰單 V 嘅時候，因為台下睇睇都係我嘅親戚朋友，有冇？睇睇都係認識嘅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衝平板，我從頭叫到尾衝體機，做乜叫？緊張，因為你唔識啲按認真嘅衝下，你知道我衝嘅做三個動作就係幾天我做得學三個，還係做唔得學三個，嗰種情景之下，你會知道講。壓啲動態，你講喺好嘅時間，係，就係啲高衝班睇緊，你是啲頭先衝，我從頭男對我媽媽嘅太極比一邊叫一邊衝，